係嗰網友嗱，呢一個Donald Trump 就係因為普京唔肯就地停火，就係暫時無限期押後咗布達佩斯會議。咁佢終於出咗啲招對付呢個俄羅斯。嗱，呢一個咧係幾重要下嘅。咁究竟對俄烏戰場有咩影響咧？我喺呢度作一個評估嘅，呢個係嚇。嗱，我哋啲王牌臘腸12年來第一次減價，剛啱有網友留言先話真係最好食嘅臘腸，唔係講笑。本地製造不含添加劑，12年來第一次每盒減20蚊，然後買3盒送1盒，即係你買6盒咧就有8盒啦。然後咧就因為買2盒咧就送1條呢個圍巾，咁咧你買6盒咧有3條圍巾。呢個咧係好名貴嘅圍巾嚇，係英國製造喎。呢個係呢一個係 Cashmere 同埋 Lamb Wolf。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經濟同能源出口結構出現重大嘅挑戰。西方國家展開咗好多制裁㗎啦。其實最緊要嘅就係歐盟原本就係有6-7成嘅能源靠俄羅斯嘅，已經咧係 cut 剩幾個 percent。因為有幾個 landlock 嘅國家咧，佢一定要靠俄羅斯嘅原油供應，如果唔係好麻煩。呢個咧就匈牙利同埋 Slovenia 其中針對能源出口金融體系係想等佢冇錢打仗，簡單啲嚟講係西方嘅制裁範圍擴及俄油巨頭及金融對手。呢一個咧今次係對俄羅斯石油嘅巨頭出制裁令。一出制裁令咧，即係你哋唔可以同佢買嘢。如果你同佢買嘢咧，你可能面對制裁。美國財政部2025年10月將呢2間公司 Rosneft 同 Lukoil 2大俄油公司列入 Special Designated National 清單，針對佢嘅附屬公司、佢嘅 subsidiary 同 partner 啟動風險指示。如果你哋邊個同佢哋做生意咧，貿易夥伴將會受到2級制裁。嗱，呢個係最嚴重嘅嘢嚟嘅，呢個係伴住呢個制裁咧，油價喺消息公佈當日出現5% 嘅跳動，反映市場對供應鏈同合規成本嘅新擔憂。點解咧？如果啲人唔敢買俄羅斯石油，佢就要買合規嘅石油。合規嘅石油咧，就係假設呢一個買翻100萬桶都好啦。咁咧呢個就係買翻即係俄羅斯出口咧係500-600萬桶嘅。咁你如果俄羅斯出口少咗100-200萬桶，要喺中東石油嗰度買翻咧，咁個油價就會上升。個原理就咁解。嗱，呢一個咧就係布蘭特原油跌到60蚊㗎啦，到61蚊，反彈翻去66蚊，反彈咗5蚊。呢個就係布蘭特原油布蘭特原油。嗱，布蘭特原油咧就係北海原油標準原油嘅價錢，我哋愛嚟睇個 benchmark 嘅。第二個咧就 Texas Crude 呢個德州原油價錢喺芝加哥期貨基金。咁呢一個咧就係布蘭特原油嘅價錢。嗱，睇下由61蚊到反彈到65個8毫8。其實個油價咧呢幾年咧，自從開戰以來咧不停下跌㗎。本來咧佢會再進一步下跌㗎。因為咧就係其實電動車已經用咗，尤其是喺中國嚟講，電動車嘅份額越嚟越多咧，係用少咗呢個汽油嘅。喺歐洲亦都用少咗汽油嘅，其實係。嗱，呢個就叫烏拉山石油，我解釋俾大家聽。烏拉山石油咧係跌到55蚊嘅，曾經係反彈翻嚟59蚊。嗱，我解釋俾你聽，烏拉山石油咧就要平10%。比布蘭特原油咧平10%，點解咧？烏拉山石油咧其實就係俄羅斯嘅石油，俄羅斯嘅石油咧就要喺呢一個係喺黑海嗰邊喺黑海嗰邊要運輸出嚟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即係其實喺黑海同裏海中間，烏拉山係即係咧喺應該係講喺邊度喺呢一個
喺呢一個格魯吉亞呢一個阿塞拜疆上邊嗰笪地方就烏拉山石油。咁呢個咧本來以前咧呢啲咧就運去歐洲大部分係經過油管運去歐洲，唔運得去歐洲咧佢要北上咧就然後咧就由北上去到呢個北極嗰邊啊，然後咧就用油船咧就運出嚟嘅，咁樣嘅運費咧係貴好多，而且咧你要驚西方國家嘅制裁啊嘛。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振華油暫停海運俄油，管道供應預計續行。嗱，呢個係中國嗰啲大嘅石油企業咧，即刻唔敢買。而印度咧就準備減購或者暫停，估計前10個月啊，印度每日買190萬桶，中國大概買400-500萬桶。一旦削弱咧，就會撼動俄羅斯對亞洲出口嘅節奏。目前啊，俄羅斯兩大煉油廠咧，合計佔俄羅斯產量嘅50%。呢兩間石油公司嘅生意佔咗俄羅斯嘅50%。9月25號，俄羅斯原油出口價錢收入驟減到133.5億美金一個月。嗱，如果呢條數嚟講咧，就即係1500億美金一年嚇。烏拉山嘅折扣咧，佢話多達13蚊一桶嘅。而俄羅斯財長即刻要下修今年嘅油氣收入預測，去到83200億盧布，即係減少到1000億美金度。海運呢係俄羅斯石油出口嘅主要方法，佢有兩個方法嘅，一個管道出口，一個就係呢一個係用海運出口啦。但係海運為主嘅，因為咧管道咧其實就係經過烏克蘭啊，就係運去呢個歐洲嘅，呢啲咧係 cut 晒㗎啦，嗰啲 pipe。根據 Energy and Clean Air 2025年3月，俄羅斯透過管道運輸原油收入係運輸原油嘅收入咧，又透過管道咧係8100萬，運呢一個海運咧就2.1億，咁加埋咧就3億度。你會見到咧係七成係由海運嘅，停咗海運咧係好嚴重嘅。以2024年口徑計，俄羅斯出口嘅原油係2.17個百萬桶，呢一個係其中跨境管道咧係0.6佔28%，72%係海運嘅。咁海運咧就俄羅斯石油海運咧就係可以由呢一個哈爾濱嗰度南運啊嘛，呢個係因為因此中國央企暫停海運咧，呢一個俄羅斯係受重傷嘅，但係管道長約仲係穩陣嘅，暫時係。根據 IEA 嘅口徑，俄羅斯原油518萬桶，其中83萬桶係管道，80%係海運。嗱，呢個另一個統計數字。俄羅斯石油跨境管道供應咧，係對中國同埋中東歐咁呢一個咧去東歐咧係剩翻去呢個 Slovenia 同埋捷克同埋呢一個匈牙利嘅啫，可以繞過運補影子船隊嘅風險。呢啲管道就唔使經過嗰啲黑船去運輸。喺美國新一輪嘅制裁入邊咧，偏向海運同金融鏈，管道就成為唯一嘅現金流啦。因為咧最危險就係用海運嚟到買，如果俾美國捉到咧，美國就制裁你。呢個就係 IEA 指俄羅斯原油出口降，收入跌到133.5億一年。如果美國將次級制裁落實呢，咁就由慢性出血變咗急性收縮啦，即刻變咗中風啊、stroke啊，呢個係。
血栓塞嗱。而家咁樣咧，就會慢慢地降低嗰個佢嘅原油出口。但係如果只要美國示範一次，將一個買俄羅斯石油嘅外國嘅即係中國或者印度嘅石油公司一加以制裁，或者嗰啲保險公司一加以制裁咧，就立即會斷嘅。呢個係咁就變咗立即中風，呢個就係美國根據而家嘅禁令咧，佢係有權咁做嘅。除咗美國之外咧，歐盟亦啟動第19輪制裁，包含對俄羅斯 LNG 嘅分段禁令，以及列入2間中國煉油廠China Oil Hong Kong 第三國實體，並加碼影子船隊執法。歐盟咧就慢慢再收窄嗰個 LNG， 然後就收窄對嗰啲影子船隊嘅管制。嗰啲影子船隊如果一俾你捉到咧，就終身唔準駛入去歐洲嘅地方。咁呢個咧係好嚴重嘅。你啲船隊咧運完俄羅斯油之後咧，你就唔使做西方嘅生意，而且嗰啲保險公司唔準同你買保險。好啦，另一方面呢一個係制裁嗰2間石油公司。另外美方頭先咪有講過嘅，印度可能會減少啲買。Donald Trump 咧就講咗印度係應承咗唔買俄羅斯石油，印度就冇表示到同意。美國咧願意用關稅讓步作為誘因。嗱，你乖乖地聽話嚇。呢一個印度嘅關稅咧，而家係50%，就可以減翻落去16至18%。印度呢2個月個貿易赤字係好嚴重嘅，對美國嘅出口跌咗2成幾，再係咁咧，印度嗌救命啊！對印度構成對俄油量進行某程度壓縮，就算唔係完全唔買，都要 cut 好多。即係譬如係咪可以買780萬桶咧？190萬桶，報稱印度有意喺呢個框架下邊大幅度削減俄油進口。嗱，印度一定話有啲咧有合同嘅，我唔買唔得嘅，因此咧就有一個 phase out 嘅過程。短期咧，我覺得咧係減1/3至1半。印度要表示誠意，如果要攞到美國印美嗰個貿易協議咧，要減1/3至1半。如果印度削減50%而呢啲油咧又賣咗俾第2國，又要減平3蚊至7蚊賣，又要大減價啦！呢個係每年係損失幾多錢呢？每年咧係相對於出嚟係要蝕多2%，相對於呢個俄羅斯嘅出口收入咧又減少2%，即係賣俾俄羅斯、賣俾印度啲油賣唔到，然後轉賣俾另外啲人，再減價讓多啲利出嚟，就賣到出去，減多3蚊至7蚊。就係咁樣計出嚟嘅條數，呢個就係就咁計出嚟。好啦，仲有一個對俄羅斯嗰個能源收入造成打擊嘅，就係烏軍持續打擊煉油廠，已經打擊呢一個8、9月啦，將俄羅斯嘅煉油嘅功能咧係減少咗17至21%，100萬。1.200萬到1.400萬桶油，9月成品外銷跌到2.4，係10年低位。海運口徑亦減少17%，佢個成品油出口亦都係減少緊。俄方被迫禁止將原油外銷，同時延長汽油出口禁令同限購嚟到穩住自己嘅石油供應。如果成品油出口下降呢，原油出口就算你可以維持，但係折扣加深。當你美國去炮製你嗰時呢，你就要用橫手去買，唔係賣唔出，你就要減價去賣。而且呢，嗰啲船公司又要收貴你啲，保險又收貴你啲，你個成本係增加咗嘅。於是俄羅斯每桶嘅利潤就下降，唔係物質唔係量嘅問題，係質嘅問題，係俄羅斯有幾錢實質收入嘅問題。嗱，去到呢度大家睇到呢個就係佢嘅收入咧，呢初打仗嗰時咧係飆到好高嘅，因為個油價一路跌咧，去到而家我估計去到呢度咧又再跌一橛，
呢個俄羅斯咧係好難捱嘅，俄羅斯係非常之難捱嘅。咁點樣咧？未來美國未來依然有措施能夠加強對俄羅斯施壓。首先係次級制裁，即係咧邊個同佢買石油，再制裁嗰啲人。對俄羅斯軍工同被封鎖人士提供重大交易嘅外國金融機構實施帳戶限制封鎖，呢個就攞命啦！一進行二級制裁咧，俄羅斯經濟就可能進入休克啦。呢個就係。其次仲可以抗列影子船隊管理公司保險再保船社級船對船嘅節點，即係咧。即係咩意思呢？將嗰啲影子船隊列出嚟，邊個幫佢管理嘅？邊個幫佢買保險？再買保險船級嘅公司同埋邊啲船同呢啲黑船對接，將啲油轉運，全部整個清單出嚟，全部加以制裁。配合美英歐嘅海事通告同英國嘅配套管制咧，呢個係非常之攞命。呢啲船咧就永遠唔可以進入西方體系。咁咧佢嗰個就算敢運俄羅斯石油咧，佢要嘅價錢咧都係非常高。而佢要嘅價錢非常高刻咧，俄羅斯就即係蝕多呢半咯。美國亦都有機會參照歐盟嘅做法，點名第三國實體，好似獨立煉油廠、交易地，提高環繞成本，就係點名嗰啲人，用歐盟 LNG 禁令時間表一齊對齊，一齊發揮作用，加強對運輸保險嘅管制，令到2027年、2026、27嘅供應規範失衡。呢個咧就係扭轉咗對俄羅斯有好多地方對俄羅斯石油嘅需求。換言之，呢輪制裁唔係立即斷供，而係將俄羅斯嘅金融同合規動脈持續勒緊。如果美印嘅談判成呢，就會將印度嗰邊嘅量向下拉，幅度就取決於雙方傾成點啦。中國端呢，其實呢，中海油嗰啲人唔買呢，係轉第二間買，央企收手，由獨立煉油廠接盤。對俄羅斯而講咧，個量未必會大跌嘅，央企就要有公共價錢買啊，獨立煉油廠殺你價，但係折扣會加深，點樣俾錢亦都麻煩，現金回籠變慢。真正見血嘅要點咧，係美方對外國金融機構動刀嗰日，即係咧，只要殺一間印度或者呢個中國嘅銀行啦。呢個嗰個俄羅斯嘅石油出口就崩潰啊！好啦，仲有啦，歐盟咧呢一招又攞命嘅，動用凍結嘅資產方案討論。早前咧就攞咗500億美金嘅貸款啊，就係你知道俄羅斯有3000億就存喺比利時嘅布魯塞爾嘅，咁呢3000億呢個幾年產生嘅利息咧，就愛嚟借咗錢俾烏克蘭。而家咧又調1400億去各個銀行嗰度，將佢嗰啲存款就愛嚟做擔保借錢俾烏克蘭。嗱，我解釋俾你聽。咁你係咪充公咗俄羅斯啲錢咧？佢唔係充公咗俄羅斯啲錢，佢咧就話俄羅斯啲錢咧就係烏克蘭借1400億美金借錢。如果烏克蘭係用乜嘢嚟擔保呢？係用俄羅斯將來嘅戰爭賠償嚟到擔保。咁俄羅斯點解有戰爭賠償呢？就用呢俄羅斯呢1400億美金嚟到擔保。咁呢個歐洲國家咧就再擔保咧，就係俄羅斯呢啲擔保，即係點呢？即係如果呢一個俄羅斯唔使戰爭賠償咧，就歐洲政府就包咗啲銀行嘅底。但係歐洲政府咧，就俄羅斯唔賠償咧，係唔會放俄羅斯嗰啲存款。即係打完仗呢個就係咁。於是咧，法律上咧就係冇充公到俄羅斯嗰啲錢，但係咧佢哋就扣住咗俄羅斯啲錢，直至你肯賠償。於是賠償啦，咁烏克蘭咪唔使還咯，因為嗰啲錢由嗰度出啊嘛。
但1400億咧，俾咗烏克蘭咧，就如虎添翼。我話俾你聽，呢個就係啊。好啦，嗱呢個扭落啊，係今日開始啊，大家快啲嚟啦！有無數名貴產品啦，個網友 send 俾我嘅，今日買嘢連中2個獎，一個值1088蚊，好開心，大家玩得好開心，好嘛？好啦，嗱中秋節嚇有食品嘅大優惠，呢個阿聯酋龍蝦尾8安士，啖啖厚肉，鮮甜彈牙，128蚊，原價188蚊。韓牛牛柳扒肉眼扒呢個係唔使講啦，呢個就係嚇一價格200g 牛柳喎，180蚊，肉眼扒188蚊。西班牙多力豬肉片400g 啊，愛嚟炒好香，28蚊啫。韓國熟豬肚350g，將近1磅，8蚊。CP 黑毛豬系列黑椒味豬腿扒、黑椒味梅頭扒一包15蚊。韓國氣炸雞塊一包55蚊。另外呢個唔使講啦，我哋就買埋10月就冇啦。呢手貨有嗰個人參雞，呢個係韓國土雞，7種韓國國產食材，門市69蚊，買1送1，即係38蚊一包。賣完即止啊！呢隻會賣完㗎，賣完即止，呢係好受歡迎嘅嘢，好嘛？